安呢？安安你好。来祝安安。Jeremy 吗？你好。擅长台语。进前看到恁说你擅长说台语。还好，会讲，会分享，希望宣传，安尼尔。声音不可以记得跟我讲。好 ，OK 啊，你拍伊的时阵，伊就会练啊。我会搁重述一解。好 ，OK。一世大可以请恁念看看嘛。你看，跟起。嗯？这边没准。这边没有。诶？哦，呵呵呵，酷哦。真好一点，伊袂练。塑胶公司以提升国内塑胶竞争力为使命啊。我伫练习讲台语。重视内部人才训练甲发展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发现功德并积极扩充组织软硬体设施，对外提供塑胶产业完成人才发展培育服务，啊，佮有完整的人才发展培育服务，推动塑胶产业进行发展，建立塑胶产业专业人才能力认证制度，改善下用落差，满足产界用人需求，并有效建立产业人才选领域用流指标，产业人才发展甲训练效果足足哦，应该不是足足。对产业创新以及附加价值提升具贡献。你拢是念山啊，我拢念城顿啊。无啦，你安尼，你用中文迄无讲啦。指标恁是安怎念？机票，来哦，来我看一下，我即摆会当看。好真啦。等下，应该是机票啊，标。我拢念啥标？标。等下，好。标。两种啦，但是即摆无法度念出来。我去下来去看。机票，两种。零处，不要紧 ，OK 啊。好吧，多谢恁，我啦。